继续来看中华宜林的水果园，最近有人来偷食花龙果，果农是真生气，准备要来掠贼。尾也看到因兜所饲的鹅甲鸭，迄个喙甲身躯拢高红红。详细一个看，原来因就是偷食花龙果的贼啦。偷食无切喙，这个红面贼一下就去互认出来了。 一阵鸭和土鹅饲伫花龙果园内底，大鹅带小鹅伫四界咧散步。有的鹅无用咧食饲料，有的咧耍水。因看起来心情袂歹，不过果子园的主人看起来淡薄仔无欢喜。卖走。 这是中华县宜林镇一个尤其正式的花龙果果子园，最近就要采收。想要到花龙果，唔知影互啥物物件，伫要食了了，敢若剩几层皮。怀疑讲是毋是去互鸟仔食去，哪会剩一个皮伫掌顶啦？这鹅哪会变红面鹅啦？煞规个红记记，规个羽毛拢搞甲拢红色的。有几只就特别爱作怪。 果农决定要掠着凶手。我身躯个红红的，哎，只红的。这声真相大白，土鹅甲果子倒来，佮含其他鸭做伙食。因做伙偷食花龙果，煞无切喙，面佮毛全部拢是红色的，正气拢伫身躯顶。啊，伊涂骹无啥物瓜鸟通啊食，害虫食完啊，换即摆换来食我的火龙果啊。果子农辛苦种的花龙果，煞变做家己饲的土鹅饭后的水果。真巧的，看红伊就会去食啊。果子农真无奈，因为这阵鹅佮鸭原本是饲来要食果子园的杂草，佮有海棠，结果大个月拢因为这个来賊，大概拢爱互食掉20-30粒水果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